也蛮环保印了印出野味哦，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使用免洗餐具，像黑盘的啦、碗啦、筷的啦，用越少越好，这样才会爱护我们的 TQ。所以我们要糖后了哦，向下来做环保，向下来做环保。向下来做环保，一起来做环保，我们去看看怎么用。来，向下来做环保。吃饭喽！等一下，去把偏手厕所里面的天否电灯关掉。天否电灯为什么会要关掉啊？这是节约能源的问题，用不着的天否电灯就要关掉。如果你不做节约能源的话，我们的 TQ 地球很快就会消失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下来做环保，一起来做环保。尚伟啊，这边有免洗筷啊，你干嘛用自己的筷？这个叫做环保筷耶，环保筷。环保筷耶，环保筷我知道啊，可是你不觉得这很麻烦吗？这个吃完还要洗耶。才不是这样说嘞。这个免洗筷啊，是制造垃圾的头号杀手，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都改用环保筷耶，环保筷，而且用环保筷耶，环保筷又方便又卫生。说的蛮有道理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明天呢也要去买一双我自己的环保筷耶，环保筷。向下来做环保，一起做环保。对啊，记得一定要去赶快买一双环保筷耶，环保筷。复习时间，电灯，天否，关掉，关掉，一起做环保，向下来做环保，向下来做环保。地球 TQ， 筷子，筷耶，垃圾，垃圾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分享客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